弟兄姊妹平安，我哋同心禱告。我哋嘅天父上帝，我哋感謝你，因為你差主耶穌來到世上，完成了救恩。我哋感謝主耶穌，因為我哋困惑迷失嘅時候，有你同在。求聖靈開啟我哋嘅心，使我哋明白你嘅話語。求你用真理使我哋成聖，因為你嘅道就係真理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聖名，阿們。唔知大家睇過《一路同行》呢部電影未？呢部電影係喺2022年上映，係一部港產片。而影片嘅內容係由新晉導演朱鳳霞自編自導。而故事嘅內容亦係由佢親身嘅經歷改編而成。一路同行係講一對失明嘅爸爸媽媽同佢視力健全嘅女兒之間嘅故事，即係父母睇唔到嘢，而做女兒嘅就睇到嘢。影片唔單止呈現咗視障人士日常生活所面對嘅問題同埋挑戰，亦揭示咗身為女兒、身為一個年輕人照顧者嘅內心掙扎。因為一個年輕人要照顧失明嘅父母，確實係要付上好多嘅時間同埋精力，但同時年輕人都有佢嘅夢想，需要時間同埋努力去追求，兩者間如何取捨呢？大家又不妨諗下，朱鳳霞從小要面對視障睇唔到嘢嘅父母，必然要承受一定嘅壓力。佢有機會俾別人睇唔起，佢要有勇氣嚟面對唔同人士嘅眼光。另外，佢亦會因為要照顧父母而少咗同自己朋友相處嘅時間，朋輩間嘅關係亦會受到影響。而喺電影入面，就表達咗女主角嗰份內心嘅掙扎，以及嗰份嘅無力感。佢甚至想逃離自己嘅家庭。當然喺呢度我唔想劇透太多，但我想同大家講，朱鳳霞喺其他嘅場合嘅分享入面，佢就提到喺佢嘅人生路上確實係唔容易走，但之後佢亦明白到唔完美嘅家庭亦能夠因為有愛嘅緣故而變得美好。另外，佢亦提到喺人生路上，人一定會有困難，而重要嘅係喺困難入面可以揾到相伴同行嘅人，或者係喺信仰上有同行者。因為當自己感到乏力，但有別人同行，能陪伴自己一齊走人生路，自己就會慢慢有返力量，到時就有能力面對眼前嘅問題。弟兄姊妹，喺今日嘅經文入面，同樣提到當人感到失落、迷惘或者憂傷嘅時候，若果有人能夠與佢同行，確實係可以令一個本來情緒低落嘅人重新振作起嚟，亦可以令到本來睇唔到前路嘅人有另一個新嘅睇法。今日用嘅經文係來自路加福音，不過又喺我講解今日嘅經文之前，我想大家先睇返耶穌在世最後一個星期，耶穌與門徒進入耶路撒冷時嘅景況。當時耶穌受到百姓熱烈嘅歡呼，因為當時嘅猶太人都以為耶穌係一位軍事強人，會帶領佢哋推翻羅馬政權嘅一位君王。
猶太人好快就會有返自己嘅國家啦。但係事與願違，當耶穌被釘喺十字架上面嘅時候，本來充滿復國期望嘅猶太人，佢哋好震驚，好迷惑，佢哋由希望變為失望。而對於跟從耶穌嘅門徒嚟講，耶穌被釘死咗，佢哋更加就好似失去咗牧羊人而被趕散嘅羊群一樣，冇晒方向，唔知之後何去何從。喺耶穌死後第3日復活，先有婦女們發現耶穌嘅身體唔見咗，之後就有門徒親自去墳墓嗰度探過究竟。門徒所見到嘅雖然同婦女所講嘅一樣，但係佢哋對耶穌嘅復活仍然係半信半疑。另一方面，其他嘅信徒又冇因為聽到耶穌復活而安心，佢哋仍然係非常嘅害怕自己就係下一個被捉拿嘅對象，所以佢哋都唔敢露面，躲藏起來。而喺今日嘅經文裏面就提到有2個門徒，佢哋甚至想離開耶路撒冷，想離開佢哋本來為上帝工作嘅地方。今日用嚟講道嘅經文記載喺路加福音24章13至35節。我哋聖經用嘅和合本修訂版嘅標題為在去以馬午斯的路上。經文一開始提到第13至第14節，同一天門徒中有2個人往一個村子去，這村子名叫以馬午斯，離耶路撒冷約有25里。他們彼此談論所發生的這一切事。呢度所講嘅同一天，就係指主耶穌復活之後，先向抹大拉瑪利亞顯現，而抹大拉瑪利亞就走向話俾門徒知耶穌已經復活啦。所以同一天就係指耶穌復活嘅嗰一日。至於喺以馬午斯路上嘅呢2位門徒，佢哋又係乜嘢人呢？按照第18節嘅資料，呢2個人當中，其中有一個人個名叫革流巴，但係呢個名字並唔係喺12個門徒名單之中。而根據聖經學者嘅研究，呢2位門徒都應該係經常跟隨主耶穌嘅人，佢哋努力咁學習主耶穌嘅教導。而喺作者路加嘅眼中，佢哋嘅身份係同門徒一樣。另外，因為路加淨係講出咗其中一個人嘅名字，又冇講另一個門徒嘅名字，所以學者都普遍認為呢段經文嘅重點唔在於呢2個門徒究竟係邊2個人，重點係在於復活嘅主耶穌係如何與佢哋同行，然後令佢哋重新得力，返到侍奉嘅道路上。喺以馬午斯路上，呢2個門徒與其他猶太人一樣，心裏面充滿疑惑。佢哋唔能夠理解嘅地方係，好似耶穌咁嘅一位先知，佢做過好多好事，幫助過好多貧窮嘅人，醫治過好多患病嘅人，甚至驅走咗附喺人身上嘅邪靈。一個咁偉大嘅人，竟然被祭司長同埋官長定咗死罪，釘喺十字架上，死得咁慘，呢2位門徒實在係無法理解，而且佢哋亦唔明白
有幾個婦女話耶穌嘅身體唔見咗，又話佢復活咗。而其他門徒去墳墓視察嘅時候，見到同婦女們所講嘅一樣，只係未見到耶穌。呢一刻喺以馬忤斯路上嘅呢兩位門徒，心裏面充滿疑惑。就算佢哋已經跟從咗耶穌幾年，就算聽過耶穌好多嘅教導，但係呢一刻佢哋仍然係無法理解。弟兄姊妹，其實喺我哋嘅人生路上，有好多嘅事情，又何嘗唔係未能夠完全理解呢？我就住我哋嘅信仰層面嚟講，我哋好多時都自信自己都做得幾好，都有敬拜上帝，亦有參與侍奉。但當有不如意嘅事情嚟到，自己就會感到無力，感到疑惑，甚或係感到憂慮。除此之外，基督徒本來應該有喜樂嘅侍奉，但係侍奉耐咗，自己往往卻係發現侍奉所帶嚟嘅唔開心嘅多，喜樂嘅少。當中究竟發生咗乜嘢問題呢？各位，就住我過往喺教會嘅侍奉嘅體會，以及同其他教牧同工嘅分享，我發覺到大部分基督徒侍奉越做越失去動力，係因為佢哋侍奉所期望嘅結果同實際嘅結果有唔同，甚至有一段距離，就導致佢哋失去咗原先參與侍奉嘅動力。再嚴重嘅情況會係佢哋對信仰亦會產生懷疑。其實呢種對侍奉嘅期望，對信仰嘅結果同自己嘅睇法想法有落差，係好多基督徒都會經歷嘅事。就算第一代嘅門徒，就好似今日經文中所提到嘅呢兩位門徒，佢哋都有同樣嘅經歷。呢兩位門徒對信仰有一定嘅期望，但結果同自己嘅期望唔同咗，所以喺第20至21節就提到呢兩者唔同嘅落差。佢哋話，祭司長們和我們的官長竟把他解去，定了死罪，釘在十字架上。但我們素來所盼望要救贖以色列民的，就是他。呢兩位門徒起初跟從耶穌嘅目的、侍奉嘅目的，同好多人一樣，係想耶穌為佢哋復興以色列國，將自己民族從外邦人嘅統治中拯救出嚟。不過耶穌被釘死之後，佢哋對耶穌曾經有嘅期望冇咗啦。佢哋跟從耶穌時而去侍奉嘅動力，亦因此而失去咗啦。於是乎，佢哋選擇逃避，選擇離開。弟兄姊妹，喺我哋基督徒嘅信仰路上，必須要體會到有主同行嘅經歷，我哋先至可以持續咁侍奉，直到主懷安息。否則我哋都好容易行到半路就離開信仰。而根據今日嘅經文內容，我嘗試解釋一下體會到有主同行嘅3個步驟。第一個步驟我稱之為知道主的同在。喺第15至第16節有咁嘅記載，正交談議論的時候，耶穌親自走近他們，和他們同行，可是他們的眼睛模糊了，沒認出他。各位，
呢兩位門徒認唔出耶穌，就如之前所講嘅，佢哋仲未理解到主耶穌從死裏復活嘅事情，以及佢哋因為太過嘅憂傷、太過嘅困惑，佢哋被自己嘅情緒所影響，所以失去咗認出耶穌嘅能力。亦因着呢啲原因，喺以馬忤斯路上，佢哋忽略咗主耶穌講過嘅應許。呢個應許就係耶穌永遠與信佢嘅人一齊，無論乜嘢嘅境況，主都必與我哋同在。如果再直接啲講，就係呢兩個門徒見到耶穌，卻認唔出係耶穌，唔係耶穌唔喺度，而係佢哋被自己嘅諗法、固定嘅思維所影響，以為主耶穌已經離佢哋而去。因此，弟兄姊妹，我要提醒大家，當你感到失望嘅時候，唔好輕易離開信仰。呢兩位門徒離開耶路撒冷，係因為佢哋以為耶穌已經死咗，離佢哋而去，令佢哋冇晒盼望。但係主耶穌卻係主動去到佢哋嗰度，與佢哋同在。因此，今日即使你面對緊好多困難，你現在有軟弱、有疑惑，甚至想離開，但你必須知道，主仍然與你同在。有一節經文大家都聽過，但唔知你對呢節經文又體會幾多呢？呢節經文喺馬太福音及路加福音都有記載，係耶穌講嘅。耶穌話：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上帝數過了。呢節經文嘅意思係，上帝對每一個人生命嘅細節都非常之關心，甚至連每一根頭髮都唔會被忽視。各位，耶穌係想話俾我哋知，無論你係喜樂抑或悲傷，上帝都會關心你，都會愛你。上帝係會同信佢嘅人同在。因此，要體會有主同行嘅經歷，首先我哋必須要知道，主無時無刻都與你同在。第二個步驟，我稱之為學習主的話語。當然，有主同行唔單止係要知道有主嘅同在。從經文嘅記載入面，我哋可以睇到耶穌走近呢兩個心裏面充滿憂慮、充滿疑惑嘅門徒嗰度，縱使佢哋起初唔認出耶穌，而耶穌跟住嘅做法係，耶穌會先聆聽佢哋嘅分享，讓佢哋可以抒發自己嘅感受，然之後就返去聖經嗰度，從摩西及眾先知起，凡經上所指着自己嘅話，都給佢哋講解明白。因此我可以話，耶穌教導人嘅方式唔係用壓迫嘅說話叫人相信佢，而係用聖經嘅亮光，係用上帝嘅話語嚟更新人嘅心思意念。換句話說，基督徒之所以能夠體會有主同行，唔係靠自己嘅意志或者想象出嚟嘅，而係讓上帝嘅話語重新校正我哋嘅方向。而我哋亦唯有越多啲去睇聖經，越思考聖經入邊嘅教導，先至越能夠明白上帝嘅心意。又當我哋將聖經嘅教導嚟回應自己生活嘅處境，基督徒就會慢慢體會到，原來
人嘅苦難並唔係人嘅終結，十字架之後仲有復活，黑夜之後仲有光明。弟兄姊妹，好多時我哋係用當下嘅情緒嚟解釋人生，用自己嘅經驗去解釋信仰，但係耶穌教導我哋要讓聖經解釋我哋嘅生命。各位，當我哋讓上帝嘅話語進入我哋嘅內心之後，外在嘅環境縱然未有改變，但上帝嘅話語卻可以令我哋嘅視野不再一樣，因為我哋嘅眼目已經被更新過嚟，我哋會用上帝嘅視野嚟睇眼前嘅事情。我應該同大家都分享過嘅一個見證，我而家再講一次。我喺醫院做院牧實習嘅時候，我見過一位基督徒身患絕症，醫生診斷佢唔過半年命，但佢仍然保持喜樂嘅心態，因為佢知道自己死後會返到天家嗰度，與上帝永遠一齊。佢就利用呢半年有限嘅時間，向隔離床邊嘅病友傳福音，因為上帝嘅話語已經常存佢嘅心裏面，佢無論活到幾時，都有主嘅同行。第三個步驟，我稱之為看見主的啟示。有主同行，除咗要知道主嘅同在，學習主嘅話語，第三個步驟就係看見主的啟示。今日嘅經文提到，當耶穌同呢兩位門徒抵達以馬忤斯村莊時，天色已經晚啦，門徒就邀請耶穌與佢哋同住。用餐嘅時候，耶穌就拿起餅來，祝謝了，就擘開遞給門徒。就喺呢一刻，門徒嘅眼睛被打開啦，佢哋終於認出咗眼前嘅人就係復活嘅主耶穌。而當門徒認出耶穌之後，耶穌卻係從佢哋嘅眼前消失咗。其實耶穌唔係離開佢哋，因為耶穌喺接受苦難之前以及復活升天之前，已經明確表示咗會有聖靈降臨喺信徒身上。所以信耶穌嘅人已經唔再只係要靠肉眼所見到嘅，而係我哋藉着聖靈，使我哋能夠與主耶穌有更親密嘅接觸。我哋用心靈來明白主耶穌嘅教導。至於呢兩位門徒，亦由於佢哋嘅心靈已經見到主嘅啟示，所以跟住嘅記載係，我讀俾大家聽。他們彼此說，在路上他和我們說話，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，我們的心在我們裏面豈不是火熱的嗎？於是他們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，看見11個使徒和與他們正在一起的人聚集在一處，說，主果然復活了，已經顯現給西門看了。於是兩個人把路上所遇到和耶穌擘餅的時候怎麼被他們認出來的事，就述說了一遍。弟兄姊妹，當你睇見主嘅啟示，你嘅生命就會被燃點起嚟，你就會回應上帝嘅呼召。到時無論你前面有幾多困難都好，你都甘心樂意讓上帝帶領你嘅前路，因為你已經體會到喺你嘅人生路上有主同行。各位在座嘅，作為基督徒，
我哋喺頭腦上都知道，自己無論處於乜嘢境況，都有主嘅同在。在座嘅，如果你返咗教會一段日子，你都會對聖經有一定嘅認識。不過，當有各樣嘅人生問題出現嘅時候，我哋對信仰就亦會容易產生懷疑，就好似呢兩位門徒之前嘅狀態一樣，認唔到復活嘅主耶穌。因此，我哋仲係需要藉着領受聖餐，我哋每個月有一次，又透過每次嘅敬拜，每個星期有一次禱告。你每日都應該同上帝有禱告，有聽道，同埋團契生活。透過呢啲唔同嘅經歷、唔同嘅聚會，慢慢咁俾主耶穌打開我哋嘅眼睛，讓我哋睇見主嘅啟示，認清上帝要我哋做嘅事情，我哋先至可以重新上路。最後，我想講返一開始提到嘅嗰部電影《一路同行》嘅導演朱鳳霞。朱鳳霞細個嘅時候受母親影響返到教會，佢背過唔少嘅聖經金句，但係面對睇唔到嘢嘅父母所帶嚟嘅壓力，佢質疑上帝點解要讓佢生於一個咁樣嘅家庭。佢曾經因此而感到好唔開心，匿喺被窩入面喊住咁祈禱，但係佢得唔到答案。又去到中學時期，佢開始反叛，佢開始抗拒信仰，唔返教會，寧願同朋友去玩樂，讓上帝喺佢生命中淡出。而感恩嘅係，轉捩點發生喺佢要創作呢部電影劇本嘅過程，佢開始逐漸咁返去上帝嗰度。之後佢父親患上癌症，佢又睇到母親展現出對上帝嗰份嘅信心，全家人一齊禱告，母親仲不時分享金句嚟安慰佢，讓佢感受到上帝嘅保守，以及從禱告入邊所得到嘅支持同埋力量。佢從無力之中，從低谷之中重拾返信仰。佢終於明白到喺人生困難入面係可以依靠上帝。最後佢將自己嘅人生路上嘅經歷拍成電影，期望用一個好似以馬忤斯路上咁樣嘅一個經歷，可以成為鼓勵別人嘅見證。弟兄姊妹，復活期嘅信息唔單止係耶穌已經復活咗，亦包括埋我哋無論身處乜嘢境況，都必須體會到有主同行嘅經歷。喺今日嘅經文入面，呢兩位門徒離開耶路撒冷往以馬忤斯，佢哋帶着失望、疑惑同憂傷，但就喺佢哋以為一切都結束嘅時候，復活嘅主耶穌親自走近佢哋，與佢哋同行，重新燃點起佢哋嘅信心同埋盼望。願大家都體會到有主同行嘅經歷。願榮耀歸於聖父、聖子、聖靈，起初如此，現在如此，將來也如此，永世無窮。阿門。我哋同心禱告。親愛嘅天父上帝，我哋感謝你，因為你深愛世人，而就算我哋係基督徒，都有疑惑、害怕、憂傷甚至絕望嘅時候，但你依然會看顧我哋。求你賜俾我哋信心，並且從人生嘅經歷中，叫我哋對你嘅信心不斷增加。我哋嘅主耶穌，我哋感謝你，
因為你為我哋嘅罪受苦受死，第3日從死裏復活，叫我哋得着復活嘅盼望。求你幫助我哋，就如喺以馬忤斯路上，你與2位門徒所做嘅一樣，使我哋唔會被眼前嘅困難所擊倒，乃是藉着知道主嘅同在，學習主嘅話語及看見主嘅啟示，就體會到有主同行嘅事實，就曉得如何走自己嘅人生路。求聖靈進入我哋嘅生命當中，使我哋嘅靈命可以茁壯成長，就如經文中呢2位門徒，當體會到有主同行之後，就可以為主傳揚福音，見證耶穌基督嘅復活。禱告奉我主耶穌基督嘅聖名。